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人生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人生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，